楚楚，回去好好休息，让你随我折腾了一夜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谢谢王爷。你不下来吗？我还有事情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有何事？我就是看你脸色不太好，那你忙完了早点回来休息吧。好。等等，方才一直没来得及问你，你在那手绢上绣的是什么？一根骨头？那是人胸前左侧第5根肋骨。肋骨？为何要绣它？因为这是人身上离心最近的地方，把手放在这根骨头的位置上，就能摸到心在砰砰的跳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根骨头，你觉得它好看吗？好看。走吧，去。这是你绣的？你要是不喜欢，王爷，您可来了。公主呢？在里边。景瑜啊，你这一夜跑到哪里去了？快让娘看看，伤着没有啊？没有，母亲放心。你说你大半夜的闹出这些阵仗，让所有人都替你提心吊胆的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，我就进宫面圣，再不让你当那个3法司的官了。母亲息怒，今日就由您来审我，我一定从实招来。武将，先带人回去。是。哎呀，我忙了一夜，滴水未进，可否讨口茶喝？还喝口茶？连口凉水都不给你喝。楚姑娘，我来帮你换药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这点小伤不碍事的。我以前在家编筐的时候，总是磨破手，我可从来都不喊疼的。你可真勇敢。我才不勇敢呢，跟王爷比起来，我可差远了呢。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！对了，我能问你要一样东西吗？楚姑娘请讲。王爷吩咐过，除了活的家禽家畜，以及能生长的种子秧苗，你想要什么都行。我想要把勺。勺？楚姑娘，你想吃什么，尽管吩咐厨房去做，不用自己动手的。不，我不是想要做饭啊，我就是想要把勺，大概这么大的勺。这么大？嗯。好了，母亲，我已经吃饱了。你多吃点儿。你看看你那个脸色，又连熬了好几天吧。半夏，你快去厨房看看，雪蛤炖好了就端上来。公主，您不是说一口凉水都不给王爷吗？当然不能让他喝凉水了，这么大冷的天儿喝凉水还行。你快去看看，雪蛤好了就拿上来。是。母亲，我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要请教您。今日是我审你，吃饱了饭就不认账了，倒要审起我来了。您不是想要知道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吗？
您先看看这个。母亲，半夏，你到门口守着，不经我传唤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是。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城中一家名为如归楼的酒楼。酒楼？一家酒楼为何要调查你父亲？这也是我想请教您的。向我请教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留下此调查卷宗的人已闻风而逃，我派出去的人还在追捕。这些便是此人遗留在如归楼的一间密室里的，很多有关其他人的调查记录都已被焚毁，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几卷里，偏偏就有调查父亲的一份。若所料不差，应该是此人故意留给我的。故意留给你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上月25，您是否在府里宴请了什么人？那日，我请了景夫人他们，有人在暗中盯着我。所以昨夜，我不曾让吴江向您禀明原委，还望母亲见谅。好大的胆子！母亲稍安勿躁。你说说，他们盯着我干什么？他们是想从您身上知道些什么？知道什么？这还要请母亲告诉我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母亲，父亲已经过世多年，他的遗骨就安葬在长安，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费这般周章，监视您，监视我，监视如此许多跟父亲有关的人，好像是在寻找他的下落。你胡说些什么？前日里，我见到了这坠子的另一半。你从何处见到的？一位从黔州来的姑娘手中。黔州来的姑娘，就是你带着去冯府吊唁的那个仵作？是。她……母亲莫急，此事还在调查当中。不行，马上把你的人撤回来，都撤回来，把那个仵作赶出三法司，不，赶出长安城。这个案子不能再查了。为什么？母亲，关于父亲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如今敌暗我明。驸马向朝廷密告剑南节度使陈英反叛一事外泄，驸马惨遭反贼陈英毒手。奴才奉旨率左神策军前去平叛时，已为时已晚，只能带回这些，请公主节哀。圣上感念驸马忠义，已下旨追封，还请公主接旨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父亲竟这样，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所以，父亲如今在长安的墓是衣冠冢。我除了认下那座衣冠冢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当年的朝廷不可与现下同日而语。当年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，你父亲的死讯传回长安之日，正是长安甘露大乱之时，宦官为首的北司大开杀戒，宰相为首的南衙惨遭屠戮，甚至连我父皇也被软禁宫中。追封你父亲的圣旨已下，纵使我有西南冷氏一族为靠山，若执意向朝廷讨个明白，以那时的朝中形势，恐怕还没有讨到明白，就已为你们兄弟二人惹来祸端。母亲，如今看来，父亲极有可能还在人世。